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今日要同大家講嘅衛斯理小說係倪匡先生停筆6年後復出嘅第2部作品《眼睛》。呢部書係喺頭髮之後出版。大家仲記唔記得頭髮入面有講到衛斯理嘅靈魂去咗耶穌同佛祖嘅星球1個鐘頭，返到地球已經係6年後。倪匡先生用呢個理由解釋咗佢點解停咗筆6年。而復筆後嘅呢2部小說都係以人類嘅邪惡本性為主題，尤其是呢本書風格比之前更加驚悚同黑暗，深入探討人類內心深處嘅邪惡本性。故事由衛斯理家中老僕人魯塞開始講起。魯塞收到一封來自非洲嘅信，話佢唯一嘅親人，佢侄仔塞根富喺非洲某個國家嘅礦場犯咗好嚴重嘅謀殺罪，被判咗死刑。塞根富係一個平凡嘅礦工，竟然喺地底300幾米深嘅礦坑入面，突然狂性大發，殺死咗23個同伴，但又寄信話俾魯塞知自己係冤枉嘅。於是魯塞苦苦哀求衛斯理出手相助。聽到呢度，其實讀者已經可以隱約聞到大屠殺中嘅血腥味。衛斯理接咗呢個委託，先打電話去非洲了解一下個情況。當地官員奧干古達話，詳細情形電話唔方便講，要衛斯理親自去一趟。衛斯理查閱報紙嘅資料，發現記者比拉爾嘅報道入面反覆提到眼睛呢2個字，感覺事有蹊蹺，就決定親身去非洲調查。而呢一篇嘅報道完全則寫咗呢宗兇案有幾嚇人。報道提及有4個警衛去到現場，其中2名被嚇暈咗，可見現場情況有幾恐怖。為咗避免其他人睇到現場嘅狀況，警衛隊長決定封鎖現場，就由佢哋4個人負責清理。但好不幸，案發後1個星期，3個警衛因為酗酒，最終要被送入精神病中心治療。而警衛隊長本身亦由於接連幾日失眠，精神瀕臨崩潰。衛斯理到咗非洲之後，發現呢個國家有2/3國土係維奇奇山脈，當地土語維奇奇就係1隻眼睛嘅意思。傳說山脈係由1隻獨眼大神維奇奇創造，礦區就叫維奇奇礦區，氣氛神秘又壓抑。衛斯理同記者比拉爾去到當地官員奧干古達屋企，比拉爾指出殺人兇器係一部機器，係煤礦入面使用嘅水力採煤機。呢個時候，讀者應該同衛斯理一樣，不禁咗一聲。比拉爾更講解咗呢部機器嘅功能。部機器會射出每小時90公里嘅水柱，佢嘅衝力係每平方厘米800公斤，用嚟將煤層切開。而家用嚟殺人，你可想而知嗰23個工人嘅死狀會有幾恐怖。調查期間，衛斯理發現塞根富殺人之後逃走咗，佢嘅女朋友花斯仲窩藏過佢。衛斯理同記者比拉爾一齊深入礦區，佢哋發現礦洞中有一條好奇怪嘅通道，懷疑塞根富埋喺裏面。於是派咗1名身穿武裝同有良好通訊設備嘅軍人入去調查，但最終只傳嚟一下驚恐之極嘅叫聲，接住就係一連串嘅槍聲，跟住就死寂一片。衛斯理等人為咗搞清楚真相，控制一架配有電視攝像管嘅車進入通道，但只見到軍人嘅配備，又見唔到人。再向前睇，畫面變成一片漆黑，好似有嘢遮住個鏡頭咁。突然間，電視畫面變成咗一片花白，通道中明顯有嘢喺度。後來佢哋入去，發現咗好多個形狀好似眼睛咁嘅煤塊。呢啲煤塊外殼好硬，敲開之後會流出汁液，仲會走出一啲好似毛蟲咁，但有一隻大眼睛嘅怪物。呢啲怪物會寄生喺人身上，然後控制宿主，令人做出極端暴力嘅行為。原來呢啲眼睛怪物係外星嚟嘅邪惡生物，構造同人類細胞好相似。佢哋有強烈嘅排他性、競爭性同侵略性，最擅長偽裝、欺騙同自相殘殺。幾千年前，佢哋同另一種外星人喺地球大戰，外星人用白光射線打敗咗佢哋，再製造一場地震，將佢哋埋喺地底。但結果人類開礦，將佢哋釋放咗出嚟。塞根富、佢女朋友花斯同官員奧干古達都先後被眼睛怪物寄生。寄生者之間因為邪惡嘅本性，
展開咗激烈嘅廝殺，自相殘殺嘅情況令人側目。佢哋互相咬對方，就算本應係同一陣線嘅蔡根富同花斯，都用盡方法去對付對方。當奧幹古達將花斯個頭拉向後之際，蔡根富就撲上去咬住花斯嘅喉嚨，而花斯亦一腳踢向蔡根富兩隻腳中間嘅位置。恐怖、驚慄、嘔心，呢個故事喺氣氛嘅營造寫得好好，為人性邪惡呢個主題增添咗唔少嘅震撼，亦以眼睛怪物能夠長埋喺地底咁耐仍然生存，比喻邪惡難以消除嘅特性。佢哋三個最後全部死晒。寄生嘅眼睛怪物脫離宜居體之後，好似毛蟲咁爬行，企圖攻擊衛斯理同比拉爾。怪物嘅眼睛有催眠能力，被佢哋掂到就會全身麻痹。好在喺危急關頭，佢哋兩個跳咗上石頭上面避過咗，跟住又發現咗一個古老嘅箱，個箱突然打開，射出一道白光，射正怪物嘅細胞核，即係眼睛中間嘅黑塊，將所有眼睛怪物變翻成普通嘅煤精。衛斯理之後根據古蹟、圖畫同個箱嘅內容拼湊出完整真相。人類嘅眼睛同呢種邪惡生物構造相似，而人類自相殘殺、偽裝、欺騙嘅本性，可能就係當年部分人被寄生之後遺留落嚟嘅。故事以一種黑色、令人不安嘅方式結束。邪惡唔係外來，而係可能早就植根喺人類天性入面。呢個故事由一宗礦坑謀殺案開始，逐步揭開外星邪惡生物同人類本性嘅關係，情節緊湊、驚悚十足，又充滿哲學思考。眼睛係衛斯理系列入面一部好特別嘅作品。倪匡先生透過呢啲外星眼睛怪物，直接探討人類邪惡嘅根源，唔係後天環境，而係天生嘅生物性，自私、排他、競爭同欺騙。呢種結論好黑暗，同之前好多用外星科技解釋超自然嘅故事有明顯嘅分別。最震撼我嘅係結局嘅嗰種無力感。怪物雖然被消滅，但衛斯理反思人類可能早已經被感染咗。眼睛作為靈魂之窗，同時亦係掩飾邪惡最好嘅工具。呢點令故事超出純粹科幻，變成對人性嘅深刻批判。如果你中意驚悚加哲學反思嘅科幻故事，眼睛呢本書絕對值得一睇。倪匡先生對外星生命形態嘅想象力同對人性嘅洞察喺呢本書入面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 請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多謝收聽收睇，我哋下集再見。